续来到云林，有民众骑机车去食饭，甲这个机车停伫个面店甲便当店的中。伊是去便当店来食饭，结果面店的头家叫伊甲机车停较过咧，但是民众认为涂骹无画线，拢会当停车，无愿意来刷车。就安尼，双方起口角是玩甲真厉害。过几啊天了后，两个人约伫咧问这个面店来调解。头家甲威胁讲，要私底下甲处理，事后这个民众起惊讲，就要去警察局甲告恐吓。不是你们员工。头家去甲转到，红马的民众嘛唔输阵，两个人就安尼相骂。过几天，民众阁转来调解，头家阁讲，只要能够知道这个人的名字，甚至你的身份证，知道什么，我不用光明正大，我就私底下来应你。头家讲要私底下处理，民众感觉受威胁，就甲过程铺上网，讲的冤家是因为伊甲机车停伫咧面店甲便当店中央，伊去便当店食饭，转来牵车，面店头家就甲伊冤家，甚至阁甲恐吓。甲我讲我是咧看啥，我讲我毋着袂使来你看，因为你了看我来你看一下呢，一自头到尾拢是言语上的挑衅。代志发生伫咧云林斗六一间卖面的店头前，头家讲当时对方要停机车去隔壁食饭，又好停，毋过对方转来牵车的时口气歹，才会冤家。觉得莫名其妙，我好心跟你讲说什么一些社会事，我并没有什么，重点只是个比喻怎么会变成说我是恐吓了嘞？店家强调调解时讲到私底下处理，只是要甲对方提醒。因停车问题与店家发生纠纷，本案民众已提出告诉。店家甲民众因为停车来冤家调解时，阁有恐吓的语语，互民众感觉惊吓，要告伊恐吓。警方已经受理报案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